最近好多香港朋友開始考慮北上生活，尤其係退休之後想喺中山、珠海買一套樓住得舒服，同時咧亦可以作為自己嘅資產安排啦。但係好多長輩朋友同我傾偈嘅時候，都會問一個非常實際亦都非常重要嘅問題。Damon啊，我用回鄉證喺內地買咗樓，如果將來8年之後我啲仔女咧冇內地身份，間樓仲可唔可以留到俾佢哋咧？會唔會變成冇人可以繼承啊？其實呢個問題我接觸香港客多年，真係有好多退休朋友問過嘅。因為大家買樓唔單止係考慮自己住得舒服，其實好多香港父母更加關心嘅，自己辛苦半世買翻嚟嘅資產，將來可以點樣安排俾下一代呢？所以今日一條片我就同大家講清楚，香港居民用回鄉證買內地樓，將來仔女冇內地身份，到底可唔可以繼承呢？流程係點樣？又有咩地方需要注意嘅？首先，大家要放心一點，香港居民用回鄉證喺內地買嘅住宅，產權係受到法律保障嘅。簡單講，你係香港居民唔代表你喺內地買嘅樓呢，比內地居民咧少保障。只要你係合法購買，有完整嘅產權資料，呢套房產就係屬於你嘅個人資產。將來你8年之後咧，呢套房產咧亦可以依法由你嘅繼承人去繼承嘅。而大家最容易誤會嘅地方就係仔女冇內地身份，係咪代表冇資格繼承？答案係唔係嘅。繼承房產重點唔係睇仔女有冇內地戶口，而係睇佢係咪屬於合法繼承人。譬如你嘅配偶啦、仔女啦，喺法律上邊咧都可能成為繼承人，所以咧唔需要擔心我嘅仔女係香港人冇內地身份，間樓就冇咗。不過咧，雖然可以繼承，但實質操作上咧，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流程，因為內地房產有一個特點就係房產喺邊度就按照當地相關法律程序處理。譬如你係中山買嘅樓，將來涉及繼承就需要按照中山呢邊嘅相關流程去辦理。我喺香港已經列咗平安紙，係咪就可以直接處理呢？呢度大家要注意，香港嘅遺囑當然可以作為重要嘅法律文件，但涉及內地物業並唔一定咧可以直接拎去內地辦理過戶，通常需要經過相關嘅驗證確認程序。所以咧，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內地物業，而且打算將來留俾仔女嘅，我會建議大家唔好等到最後先處理啦，最好趁自己身體健康、思路清晰嘅時候咧，提前做好安排。譬如可以考慮內地辦理遺囑公證，清楚列明自己名下嘅物業將來有邊位繼承。另外咧，亦要整理好自己嘅房產資料，包括房產證明啦、購房合同、付款資料等等。同時咧，亦建議同家人提前溝通，避免將來因為大家唔了解情況產生不必要嘅麻煩啦。其實繼承流程本身咧並冇大家想象中咁複雜。一般情況下咧，繼承人需要準備相關嘅身份證明、死亡證明、房產資料以及證明繼承關係嘅文件，完全相關手續之後咧，再到不動產權登記中心辦理產權嘅變更。如果日後繼承人選擇出售物業，亦可以按照正常嘅程序交易。所以大家唔好因為仔女冇內地身份就覺得內地樓冇辦法傳承。真正需要注意嘅唔係可唔可以留，而係咧有冇提前規劃。我接觸好多香港退休朋友咧，其實大家買中山、珠海樓目的都係完全唔一樣嘅。有人想退休之後住得舒服啲嘅，有人係希望降低生活成本，有人咧係希望將來留一份資產俾下一代。但無論你係選邊一種目的，買樓之前都應該諗清楚未來10年、20年甚至下一代嘅安排啦。因為一層樓咧唔只係一個住所，對好多香港家庭嚟講，佢代表嘅係自己多年努力積累落嚟嘅成果。做好全程嘅規劃咧，唔好諗得太遠，避免咧將來家人處理事咧更加麻煩。如果大家對香港身份買中山、珠海樓或者退休北上生活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留言同我溝通啦。我係 Damon， 之後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大灣區置業資訊。最後記得訂閱我，灣區置業唔踩坑。